係我哋正道，主題係生命之道。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啦！我哋喺第二季4至6月，教會係會睇約翰一書、二書同埋三書嘅。約翰一書邊一個作嘅呢？我睇到 PowerPoint 好嘛？邊個係作呢個約翰一書嘅呢？咁聖經裏邊係冇清楚講明係邊個係作者嘅。但係發覺，咦？佢嗰個嘅第一節同埋嗰啲嘅觀念同約翰福音係好相似嘅喎，故此呢，公認呢，約翰係嗰個作者喺個晚期嘅時候係寫俾教會嘅。並且你發覺約翰一書呢，佢開頭好或者係結尾都好，佢省略咗一般書信有嘅問安語啊，或者係作者係邊一個啊，收信人邊一個啊，祝福啊等等呢啲。但係佢都係一封嘅書信嚟㗎，因為其中講係我哋寫俾邊啲，寫俾我哋長老寫俾邊一個咁樣。佢明顯係一封嘅書信嚟㗎，省略咗呢啲開頭結尾嘅時候，讓我哋更加專心睇嗰個嘅內容。呢個內容就係講關乎有四個唔同嘅主題。邊四個唔同嘅主題呢？咁第一個呢，就係1章3節裏邊，我們將所看見、所聽見的傳給你們，使你們與我們係相交。作者希望所有嘅信徒能夠係有靈裏邊嘅相交，唔單單係佢同當時嘅教會啦，所有嘅信徒都能夠係有嘅相交。第二點就係話，我將這些話寫給你們，使你們的喜樂充足，係1章4節。希望大家藉著裏邊嘅信息都大有喜樂。第三個目的就係話，小子們啊，我將這些話寫給你們，要叫你們不犯罪，能夠有一個聖潔、俾神同在而係重整嘅生命。第四個目的就係話，喺5章13節，我將這些話寫給你們信奉神兒子之名的人，要叫你們知道自己有永生。所以你哋翻去睇一睇約翰一書有幾多章啊？係5章啫，好短嘅啫噃。不過佢嗰個內容，佢冇一個我哋傳統嘅話，一個係直線型嘅一個咁嘅結構。你做分段嘅時候，發覺咦，乜有啲嘅講開後邊有講，後邊有講嘅呢？有學者就話佢好似螺旋形嘅咁嘅樣去重複，去強調一啲咁樣唔同嘅主題。但係當你翻去睇呢5章聖經嘅時候，應該你睇到呢4個寫信嘅目的喺裏邊，包括就係話能夠喺靈裏邊有相交，讓大家都有喜樂，能夠有聖潔嘅生命，同埋咩啊？讓我哋知道係有永生。今日我哋會從3個方面呢去思想第一個嘅主題，就係生命之道。生命之道係咩啊？耶穌基督就係生命之道啦。喺第1節裏邊，我哋一齊讀啊嘛。論到從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們所聽見、所看見、親眼看過、親手摸過的。呢度使徒約翰佢話俾我哋聽，呢一個生命之道，諗俾我睇到就係講緊主耶穌基督啦，係咪？係我哋可以認識佢㗎，因為可以聽過、睇到同埋親手摸過㗎。當我睇第一節開頭嘅時候，論到從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有冇似曾相識啊？除咗約翰一書之外，仲有邊一卷嘅書有類似咁樣嘅起頭啊？太初有道，係嘛？係約翰福音第1章嘅第1節。佢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
道就是神，好似喎。所以真係唔使諗噶啦，係一定係約翰作噶啦。喺裏邊用埋同一個觀念，但係我哋發覺約翰福音1章1節裏邊講到太初有道，佢呢一個呢係譯作英文 in the beginning。佢話俾我聽就係喺時間開始之前，或開始個時候啊，耶穌基督呢一個生命嘅道已經存在㗎啦。哇！呢一位耶穌基督，佢係一位永恆嘅神，喺創造未開始之前，佢已經臨在嘅。呢個世界個末了嘅時候，呢一位嘅主，佢都係臨在，都係存在嘅。佢係一位永恆嘅真神嚟㗎。喺約翰一書第一節裏邊講到，佢係從起初聖經裏邊講嘅從起初有英譯本係 from the beginning。佢就喺起初呢個時間，耶穌基督就喺樹。佢唔係話佢先至係有，佢講到就話創造係同創造嘅創造物，包括人類。喺人類好呢個世界被創造嘅時候，耶穌基督已經喺樹同我哋係有關聯。所以約翰一書好明顯就講緊就係話呢一個生命之道同受造之物嗰種嘅關係嚟嘅。兩者都話俾我哋聽，耶穌基督係喺創世之前已經存在㗎啦。佢係位無始無終、自有永有嘅真神嚟嘅。呢一個生命之道唔單單係起初嘅，或者係原有嘅。呢個生命之道佢更加取咗一個嘅肉身嚟到地上。記唔記得約翰福音第1章14節係點樣講㗎？我哋一齊讀呢段經文得唔得？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14節佢繼續會講就話，我們也見過他的榮光，就是父獨生子的榮光。呢一個生命之道，佢唔係虛無高高在上，我哋唔能夠認識，唔能夠接觸㗎。我哋係可以認識佢啊，因為佢親自從高天降卑嚟到呢個地上，成為僕人嘅樣式。呢個就係我哋稱之為道成了肉身嗰個意思啦。佢取咗肉身嘅形象向世人顯現，讓我哋能夠睇到神嗰個嘅榮美，喺其中滿有恩典、真理同埋永恆嘅生命。呢一個生命之道係邊一位啊？就係我哋嘅主耶穌基督。喺約翰福音係咁樣去講俾我哋聽，喺約翰一書都係講俾我哋聽。呢一位主耶穌基督生命之道，我哋需要認識佢。生命之道呢一個嘅道嘅意思係 logos 啦。如果大家都有上過主學，大家都好熟啦。喺希臘文 logos 就係話語嘅意思。但係從哲學裏邊 logos 呢個詞呢，佢講到係個本源性嘅，係支配萬物嗰個嘅規律同埋嗰個原理，一整體嗰個嘅智慧嗰個條道。而喺基督教嘅神學裏邊，係主耶穌基督嘅代名詞。所以呢個道，生命之道，佢係指向我哋嘅主耶穌基督嘅。更加話俾我哋聽，耶穌基督就係嗰位嘅真神。而耶穌基督藉着道成肉身，佢將神嘅屬性同埋一切嘅美善，佢嘅憐憫，好似話語咁樣表達俾我哋去認識。所以呢個生命之道，我哋要認識佢，以至我能夠去認識神，可以睇到呢位嘅神係點樣去愛我哋。我哋要可以認識呢一個生命之道㗎。喺第1至到第3節，其實你睇翻原文都好，或者係有一些經書都話俾你聽啦。1至到3節其實一句嘅句子嚟㗎。佢唔係話1節係一句，2節係一句，3節係一句。2節嚟講，佢係一個類似一個嘅
敘述翻第一節啊。佢嗰個主要嘅動詞咧喺第三節嘅。第三節裏邊嗰個主要動詞係咩呢？咁主要動詞就係我們傳揚，個主詞就係我們，唔係我，係我們要傳揚，就係1至3節嗰個嘅主要嘅動詞嚟嘅。開頭呢，就介紹呢一個生命之道，係咪？就同呢個約翰福音係好相似，跟住好特別啦。你發覺佢重複3次咁樣講所看見，有2次講話所聽見，更加強調係親眼看過、親手摸過。係邊個講啊？係作者親自講。哇！咁近㗎，呢個生命之道原來離我哋唔遠喎。根本作者話我摸過，我認識過㗎，係可以認識到㗎。佢就係活生生咁樣存在喺呢個世上，呢一位獨一嘅真神，佢竟然活生生咁樣彰顯俾我哋認識，同我哋係有關聯，奇唔奇妙啊？係好寶貴嘅應許，唔單單讓我哋能夠認識，我哋更加可以經歷佢，更加可以經驗佢。所以第2大方面，我哋睇到主係生命之道，我哋需要係經歷佢。我哋一齊讀第2同埋第3節好嘛？這生命已經顯現出來，我們也看見過，現在又作見證，將原與父同在，且顯現與我們那永遠的生命傳給你們。我們將所看見、所聽見的傳給你們，使你們與我們相交。我們乃是與父並他兒子耶穌基督相交的。喺1至4節好似約翰一書一個嘅引言。喺第2、第3節話俾我哋聽，呢一個生命之道，我哋係可以經驗到㗎。約翰話俾我哋聽，佢自己親身係經歷過呢一位生命之道主耶穌基督。佢就係我話能夠親眼睇見、親耳聽見同埋親手摸過㗎。呢3方面睇到約翰係特登選擇一啲好實在嘅措辭，係咪？係我哋感官上高可以觸及、摸到、望到，好真實嘅一個嘅同在、臨在一種咁樣嘅經驗嚟嘅。佢裏邊講到我們所聽見，呢個聽見喺原文裏邊 what we have heard 咁樣去譯，意思就係話約翰係聽到好多主耶穌基督親口同佢講嘅道理啦、教訓啦。我深信亦都有好多嘅問候，同埋主耶穌對佢所愛嘅門徒一啲愛嘅言語，佢親耳聽過。佢話我親眼看過，佢親眼睇到神佢自己點樣喺地上係有呢一個嘅神蹟同埋大能。故此約翰佢寫咗約翰福音，係嘛？喺其中記咗好多嘅神蹟，佢其他嘅符類福音係冇出現過嘅。呢個神蹟奇事好偉大，包括耶穌基督復活嘅大能。於是約翰福音第20章第30至31節，我哋話呢一個應該係約翰福音嗰個結尾同埋總結嚟㗎。佢講乜嘢？一齊讀啊嘛！但記這些事，要叫你們是神的兒子，並且叫你們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約翰話：我見到太多太多關於耶穌基督嘅大能咯，好多啊！個耶穌喺門徒面前另外行咗好多嘅神蹟，冇記喺呢一個書上高。但係點啊？記低呢啲啦。約翰福音20章21章記低嘅神蹟係要讓我哋知道耶穌基督係咩？神嘅兒子，並且叫我哋相信佢嘅時候可以得着
永遠嘅生命。所睇到嘅去印證耶穌基督係真神，並且係我哋嘅救主，佢親眼睇見過。因為又講頭先係睇看見啦，佢重複又講佢親眼睇見過。呢個喺原文用字，佢話要好細心咁樣去睇，瞻仰、注視、觀察。喺英文裏邊有一個嘅翻譯嘅 contemplate， 好似默想咁樣，默觀主耶穌基督佢嘅作為，或者佢所留低嘅一啲嘅教導，讓我哋能夠留心咁樣去考察。並且佢話：我摸過，我親手摸過耶穌基督。在世嘅時候，你估門徒有冇同耶穌基督握手啊？有冇搭膊頭呢？有冇啊？我諗都會有嗬。食飯嘅時候，大家係有接觸係嘛？一齊無論係蘸落個鹽兜裏邊啦，或者係即係搣餅嘅時候啊，係有接觸㗎。接觸到嘅程度，當主耶穌基督佢復活嘅時候，耶穌基督將佢自己釘痕嘅手係咪啊？佢嘅被擦傷嘅肋旁展示出嚟，佢見啲門徒，你摸下我呢一個受傷嘅傷痕，我係嗰位已經從死裏面復活咗嘅救主。門徒敢唔敢摸啊？我諗唔係每一個都敢摸，或許有啲真係摸咗落去。耶穌係嗰位我哋係可以觸及並且係被佢觸及嘅一位嘅救主。呢一個永生之道係可以經驗嘅。弟兄姊妹，你今日係咪經驗緊耶穌基督啊？佢嘅臨在同埋同在。約翰以上4個方面嘅措辭話俾我哋聽，我哋係可以經歷呢一個生命之道。一方面其實佢要回應當時喺初期教會所流傳嘅，或者係俾當時一個叫做係 Gnostic 咧，喺希臘嘅一個嘅哲學嘅派別，稱之為係智慧派啦。有一部分嚟講，佢信咗主耶穌之後，佢仍然係將呢個學説擺咗喺教會裏邊。佢覺得呢一位嘅神，佢係高高在上，係虛無嘅神，有絕對嘅神性啊！我點能夠可以接觸同埋認識到佢呢？所以有啲佢話耶穌基督唔係真正嘅神，佢係一個次等嘅神嚟嘅。但係約翰一書點講啊？約翰福音點講啊？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呢智慧派佢話神係唔可以接觸同埋經歷，係一種神秘，係一種抽象嘅知識，甚至係冇位格嘅。有人見證又話呢一位耶穌基督生命嘅道係我哋能夠睇，我哋已經睇見，已經聽見，係用手觸摸得到，佢係一位有形有體，人人都能夠認識、經驗到，同埋可以觸碰喺生命裏邊係有接觸嘅一位嘅救主。佢見證係由聽見、看見、摸過呢個生命之道，甚至佢嘅生命係受到改變。一個被生命之道去觸碰，或者你觸碰過呢個生命之道，你經驗過生命之道同在嘅時候，你嘅生命係一定係會改變。約翰就係咁樣嘅一個人啦。當主耶穌基督佢呼召來跟從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魚。約翰俾耶穌基督嘅呼召觸碰到，佢點啊？佢願意擺低嗰條船，遲過佢爸爸咁樣跟隨主耶穌，都成為一個得人如得魚嘅門徒啦。生命有好大嘅轉變。約翰有個花名嘅喎，
佢叫做咩？雷子，哇！即係英文呢個 blow the top 啊，即係嬲起嚟嘅時候咧，嗰啲頭髮咧叉開晒啊咁樣嚇。咁喺聖經裏邊講到，我就冇落呢一點，唔緊要啊。佢有一次佢去到撒瑪利亞一個城裏邊啊，嗰啲人接待耶穌，亦都唔接待啲門徒啊。咁佢同佢嘅兄弟就話：耶穌啊，呢班人真係太可惡喎！咁點啊？你命令天上降火，將佢焚燒，去懲罰佢。呢就係佢完全係冇憐憫嘅一種嘅心性。但係當佢接觸到主耶穌基督生命嘅道嘅時候，哇！約翰竟然成為一個愛嘅門徒啊！佢寫咗約翰一書，有一書喺新約裏邊講關乎愛係最豐富、最全備嘅一篇嘅書信嚟嘅。經歷過呢個生命之道，嗰個生命就係得到改變。佢曾經聽見主耶穌同撒瑪利亞婦人講道啦。因為耶穌基督喺第6章裏邊，佢話：我係生命嘅糧，到我這裏來的必定不餓，信我的永遠不渴。佢就以主耶穌基督為佢生命嘅主呢，佢從此得到豐盛嘅生命。弟兄姊妹啊，你有冇經歷過主耶穌基督啊？有冇啊？我有2條嘅默想嘅問題嚇，你翻去試一試去諗下。你有冇經驗過主耶穌基督啊？有冇被主耶穌基督去觸摸過你啊？我最近抄翻我一啲文件啊，我就揾翻呢，我係應該係我畢咗業之後寫嘅一啲嘅見證，包括我得救嘅見證。我記唔記得？梗係記得啦，係嘛？但原來我寫低嘅喎，包括我蒙召嘅見證，都相當清楚。美孚堂可能有個 copy， 都冇抌晒我啲文件嘅話。我以前唔係唔相信呢個世界係有神，但係我唔知道呢個神係邊一個。我就同呢一位嘅神講：若果你係真嘅，你嚟揾我，因為我唔敢亂咁信。身邊有好多人勸我信主耶穌基督，我就鬧佢，鬧到佢哋怕。點解啊？我話你害我。呢個世界若果有100個宗教嘅時候，你叫我單信耶穌基督，我只1% 啱嘅，你係咪害我啊？但係我又揾唔到呢一位嘅神邊一個，真係點算呢？我就向呢位神話：神啊，如果你要我信你嘅時候，你嚟揾我啦。當我大學2年班上學期嘅時候，喺大學有一個叫做福音上周，莊百里牧師，大家可能都聽過佢嘅名，或者最近都有聽過佢喺度。佢而家用咗第2個名㗎。佢講呢一位係耶穌基督，唔單單係你個人嘅救，唔單單係你嘅救主，更加係你個人嘅救主啊！佢會同你有一個嘅交往，你可以經歷佢㗎。係咩？我發覺係喎。當時我身邊有啲基督徒嘅，佢成日叫我返教會，我就唔返啦。你叫我信耶穌呢，我唔肯信啦。包括係咩？我宿舍裏邊有幾個弟兄，佢會咁講，就知道我啲脾性嘅話，佢唔敢亂嚟啦，唔敢亂咁。不過我當時亦都有一個好親密嘅朋友啦。佢返教會，咁我就發覺我唔係好順氣，因為佢話呢世界呢，我就愛耶穌多過愛你。咁我點會咁嘅？呢個耶穌點解咁把炮嘅咧？咁我就翻去認識下啦。佢介紹啲書我睇下。咁我一路睇下書，一路睇下聖經嘅時候咧，哇！我發覺我竟然咧係同耶穌傾偈喎。我竟然咧寫日記嘅時候咧，好似寫信俾耶穌咁樣咧，係同耶穌係有對話。
你明我意思啊？我唔知你有冇咁嘅經歷呢？有陣時你一個人嘅時候，咦，我係同耶穌係交通緊喎，我同呢一位生命嘅道係有接觸嘅喎。原來喺不知不覺之間，生命嘅道已經係尋找我同佢有接觸。呢一個神真係揾我啊！咁你信唔信啊？嗰個佈道會牧師就呼召啦，呢個信耶穌嘅舉手啦。咁我舉唔舉啊？梗係唔舉啦。嗰啲宿舍啲朋友喺樹，我仲個面仲有嘅嚇。嗰個好親密嘅朋友又喺樹，個面仲有嘅，係都下一次先啦咁樣。呢一個真係個人嘅救主啊！跟住牧師話：你唔好猶豫啦。佢就知我猶豫嘅，耶穌知喎。聽朝早你着唔着翻對拖鞋，你都冇把握，你憑乜嘢話聽日先至信啊？哇！我立即投降。我經歷呢位神，佢係全知嘅主，佢知道我嘅心思念，更何況我係一個罪人，喺佢面前我真係慘不忍睹。我立即降服喺佢面前。即係80年嘅1月，直至到而家，我冇走離。呢個神係我哋可以經歷過嘅，呢一個係我嘅見證。你有冇真實地接觸過呢一位生命之道呢？45年啦，呢段時間神與我同在，我能夠接觸佢，係冇離冇棄。弟兄姊妹，第三方面，我哋點樣能夠可以其中係接觸到呢一位嘅，認識到呢一位嘅主啊？讓我哋能夠呢係用心去讀神嘅話語啦，可唔可以認識到佢啊？係得㗎。第二方面就話我哋用禱告嘅心，係用信心咁嘅祈禱去經歷主耶穌基督，特別呢，讓耶穌基督去改變我哋嘅生命。你話你冇愛心㗎，神會俾愛心你啊？係會㗎。喺81年，沈永康一個嘅黃毛小子，係一個好似好硬淨嘅人。人哋俾我一個嘅評語就係：你係基督徒，不過我未見過咁冷血嘅基督徒。哇！呢個評語真係啱㗎喎，我梗係唔接納啦。咩叫冷血啊？真係好冷血嘅。我唔知點樣去愛，亦都唔知點樣去包容。我唔知今日我俾大家嘅一個印象係點呢？我唔知有冇愛心呢？唔多，但係可能都有一啲啲啦。當我禱告嘅時候，我知道我自己俾人話我冷血嘅時候，我就喺神面前求主幫助我啦。我唔想做一個冷血嘅基督徒，求主加我愛心啦。主就咁樣係將愛心、關懷、憐憫係加過俾我，同感心係加過俾我。同樣嘅弟兄姊妹，你用信心去求嘅時候，神係會按着佢嘅信實與你同在嘅同時，佢會改變我哋嘅生命，以致我更加似佢，並且我哋可以得到豐盛嘅生命。第三方面，主耶穌基督係生命之道，我哋要傳揚佢。我哋一齊讀第3同埋第4節，好嗎？請讀。我們將所看見、所聽見的傳給你們，使你們與我們相交。我們乃是與父並他兒子耶穌基督相交的。我們將這些話寫給你們，使你們的喜樂滿足。喺處我哋睇到呢個生命之道，我哋能夠經歷，我哋能夠認識，更加我哋話1至3節，佢一個長嘅句子，佢主要嘅動詞係咩啊？係傳揚，係嘛？傳揚係佢最主要嘅動詞嚟㗎，所以呢個生命之道係讓我哋傳揚嘅。呢個生命之道係值得我哋傳揚嘅，因為你生命之道嘅本質就係愛。
聖經裏邊講到，這生命係已經顯現出來，我們也看見過，亦都現在又作見證，將原與父同在，且顯現與我們那永遠嘅生命傳給你哋。生命之道已經顯明出來，點樣顯明出來啊？係道成肉身啦。神取咗一個肉身嘅形象，成為奴僕嘅形象，並且咩釘喺十字架上高，係嘛？虛己到嘅地步，佢竟然係釘喺十字架上高，成就呢一個嘅救贖。呢一個係主耶穌基督，佢尋找罪人，並且去主動嘅去愛佢哋。我唔知道你會唔會尋找罪人，主動地去愛佢哋呢？好難嘅喎，係咪啊？主耶穌基督叫我哋話，我哋盡心盡性盡意盡力去愛主我哋神，並且愛人如己到一個地步點啊？愛我哋嘅仇敵，難唔難啊？在人嚟講真係好困難㗎，但係呢一位嘅神，佢自己就係咁樣去主動嘅愛我哋。我哋都睇過呢個生命之道點樣係同我哋係發生呢一種生命嘅關係，並且佢講到我哋將所看見、所聽見嘅傳給你哋。約翰話我哋要將我所睇到嘅傳俾你哋，話俾你聽。點解啊？因為我哋所遇到嘅嘢實在太美妙啦，當中包含咗神佢自己嘅愛啊！讓我哋知道我哋自己係蒙愛嘅人，呢種愛係咁偉大嘅時候，我哋好願意去同你哋分享，為主耶穌嘅愛去作見證，而更加多人能夠可以喺呢個愛裏邊。主耶穌基督嘅愛係一種主動嘅愛，就係神係藉着耶穌基督叫我哋係與佢和好啦，讓我哋能夠可以信靠佢啦。你點能夠可以信靠神呢？頭先大家聽過見證啦，我唔知你有冇咁樣嘅情況。呢世界有100個宗教，止唔止啊？一唔止嘅喎，係咪？邊個係真啊？我點樣能夠可以揾到呢位嘅神啊？用人嘅方法，我哋永遠都揾唔到噶嘛。我哋真係揾唔到呢位係神嘅時候，但係唯有佢係主動嘅去咁樣去揾我哋。人憑着我哋嘅智慧，我哋係唔能夠認識神嘅，所以神就打發佢自己嘅愛子耶穌基督，親自尋找失喪嘅人，藉着佢成就救贖，並且喺約翰福音1章12節裏邊賜俾我哋有永生。呢個就係福音。在座會邊一個係未信耶穌基督㗎？其實聽咗好多，可能好似沈牧師咁樣揸一步，唔知我棘住係面子嘅問題啊，定咩問題呢？但你有冇經歷過主耶穌基督同在啊？佢嘅恩典去愛係咪與你同在啊？呢一位嘅主係我哋能夠經歷嘅，讓我哋更加能夠懂得點樣去傳揚佢。生命之道去傳揚嘅時候，話俾我哋聽，我哋可以係與佢有相交，並且係得到喜樂嘅。喺1章嘅3至4節，我們將所看見、所聽見嘅傳給你們，使你們與我們有相交。我們乃是與父與他兒子耶穌基督相交的。見唔見重複呢2個字呢？我們將這些話寫給你們，使你們的喜樂充足。聖經裏邊講到，唔單單係傳揚嘅目的，係讓我哋能夠與父神係有相交，彼此都有相交。相交呢個詞咧，喺原文裏邊嘅 koinonia 咧，我哋傳統就係解作係團契，係嘛？嘅意思佢意思就係共同一齊嚟分享啦。咁團契即係分享啦，唔單單分享食物啊，你嚟分享唔同嘅恩典啊，唔同嘅負擔啊等等，一同得分，係嘛？我哋一齊有份啊，同埋可以有交誼嘅意思。相交意思就係話，我哋係分享耶穌基督生命
同埋佢嘅一切。呢一個亦都係約翰佢寫呢一封約翰一書嘅目的。佢要收信嘅人呢，係可以認識同埋經驗到呢個生命之道，以至約翰能夠同佢一齊去相交。呢個相交好好啊，分享耶穌基督嘅生命。呢一種嘅生命更加需要係傳揚開去，要更加多人可以喺呢一個嘅大嘅群體裏邊彼此相交，一齊去蒙福啊，好唔好啊？但係唔係任何佢話我哋係基督徒都可以同佢相交嘅噃。相交要有同一種嘅生命嘅肢體，我哋先能夠係分享同埋交流嘅。約翰佢好清楚喺一書裏邊講到，我哋唔可以同異端係相交嘅。喺約翰一書第2節第2章第8節，佢講到就係話有敵基督喺末世出現嘅預言。約翰一書第2章裏邊就講到有末世嘅預言係咩呢？有敵基督嘅出現。佢唔單止係唔承認耶穌基督係道成肉身啊，呢個係異端嚟㗎。並且有啲嚟講咧，就話喺末世裏邊呢，係耶穌基督係會再臨啊！耶穌基督會再臨啊，係會㗎。不過佢哋講就話唔係耶穌基督係騎著白馬有天軍落嚟嗰次嘅審判，佢之前仲有一次落嚟再傳道。誒，聖經邊度講啊？佢其實冇講㗎喎。但呢一個係充斥咗喺東方閃電，聽過嘛？呢個咁嘅異端係傳統神教啊，或者係韓國嘅新天地啊，或者係統一教等等啊。佢講到咧，佢話佢嘅教主啊，就係嗰位喺末世嘅時候咧，係會再嚟去傳道一個嘅咁樣嘅基督啊。東方閃電仲奇怪，佢話呢個基督係女基督嚟添。點解啊？因為佢嘅教主係女人嚟噶嘛。呢啲係謬誤嚟㗎。最近如果大家有留意我哋崇拜嘅一啲嘅報告咧，本堂亦都係遇到一類似受到異端道理影響嘅信徒啦。呢類似異端，我哋覺得有可能似係韓國嘅新天地嘅教訓。佢邀請人呢係參加網上嘅查經班，並且提醒人：你哋要迎接嗰再臨嘅基督啊！咁我哋梗係知道耶穌基督再臨啊，唔係啊！佢爭在未講啫，佢嚟咗㗎啦。有一次我聽到漏口講嚟咗，呢個道理喺成個異端裏邊係佢係出現啊。或許你遇過類似咁樣嘅異端嘅道理，或者你可能遇見類似嘅邀請，或者係有呢一類嘅肢體會接觸你啦，佢好熱心，好有愛心，但係你要小心，唔好參加呢啲查經班，好嘛？亦都唔好動心要求呢一類嘅信徒，你同佢有深入嘅相交，或者係鑽研道理，你係希望將佢從一個謬論裏邊呢掹翻轉頭，好難嘅。因為呢，佢哋嘅道理係繁複不清，不斷重複。你講落去嘅時候呢，佢唔聽嘅啫，佢就將佢自己一套呢係咁同你講嘅，好難同佢辯明。我已經放棄咗啦，暫時。我都用咗3節嘅時間，但係其中嘅時候冇乜效果。弟兄姊妹，我就覺得喺約翰一書裏邊講到，佢話若一齊讀啊嘛。約翰2書1章10至11節，若有人到你們那裏，不是傳者，不要接他到家裏，也不要問他的安，因為問他安的，就在他的惡行上有份。呢包括就係摩門教啊，又話見證人啊，成日拍門上門啊，呢啲唔好接待佢哋啦。或者頭先所講嘅一啲異端嘅分子，唔好指望同佢有咩交流分享，
會有乜嘢嘅啟發，更加要防備，唔好俾啲謬論影響咗我哋一啲嘅思想。點樣能夠可以抗拒到異端呢？弟兄姊妹，鼓勵弟兄姊妹，你哋真係要常常喺聖經裏邊研讀啦，有恆久嘅靈修啦。當我哋與主係有親密嘅交通嘅時候，得着生命嘅供應嘅時候，我哋就唔會受到異端呢一種嘅迷惑㗎。並且係同一啲屬主嘅人彼此交往啦，使到我哋生命亦都可以長大。並且係求神俾我哋係有屬靈嘅智慧，分辨咩叫做異端，好嘛？你從呢三方面嘅時候，我哋就唔會受到異端嘅迷惑。我哋更加需要係傳揚生命嘅道。我哋再讀最後一次啦。我們將所看見、所聽見的傳給你們，使你們與我們相交。當信徒領受咗約翰所傳嘅道，約翰表明佢傳道目的就係使你們與我們又有相交。約翰知道使徒受到呢個生命之道，佢就會好喜樂。一方面我哋受到呢一種嘅福嘅時候，同樣我哋有一種嘅責任，要將呢一個生命之道，令到我哋係有呢種嘅豐盛同埋喜樂嘅傳俾其他人啦，係嘛？呢個生命之道我哋要傳揚，包括耶穌基督佢自己嘅大使命，呢個係誡命嚟㗎。所以你哋要去使萬民作我嘅門徒。當我哋經歷到呢個生命之道嘅時候，我哋願意去見證分享嘛？願唔願意啊？感謝主，好多人岌頭嚇，有好多嚟講冇岌頭嗰啲，可能啲見證緊嘅，但有啲真係驚喎，係嘛？唔知點見證呢？當我哋知道耶穌係咁好，我哋唔敢去見證嘅時候，你見證生命就好弱小㗎。但係當你喺不斷咁樣去操練見證嘅時候，你見證生命就會成長同埋茁壯㗎。師母係一個好膽怯嘅人，佢係一個好溫文嘅人，但係當佢接受咗三福嘅訓練啦，但係當佢俾神嘅愛係不斷去感動嘅時候啊，佢係一個報道嘅勇士喎。如果你喺三福同佢一齊拍個檔傳福音嘅時候，你要俾佢，哇，乜咁勇猛嘅？勇猛到呢，我爸爸係佢領信主啦，我媽媽係佢領信主啦，好多都係佢領信主嘅喎。咁嘅樣個，沈牧師喺邊處啊？沈牧師，佢行咗先。點解啊？因為參加咗三福啊嘛。佢參加三福嘅時候，佢有一個訓練之後嚟講，佢不斷去鍛鍊啊，以致佢見證嘅生命就係成長茁壯，成為一個好願意將神嘅愛同埋佢嗰個偉大去話俾其他人知道嘅一位咁樣嘅勇士。弟兄姊妹，如果你話我好怕同人講福音，或者好怕去講見證嘅，如果我哋有三福訓練嘅時候，你參唔參與啊？我建議你參與，好嘛？讓我哋能夠喺其中學習點樣去有一個分享嘅生命、見證嘅生命。並且呢個見證嘅生命，你越分享越見證嘅時候，佢就越成長㗎。以至我哋好似保羅喺哥林多後書3章23節，呢個見證嘅生命就好似一封基督嘅戰信。你咪就係我們嘅信，呢一個保羅講嘅。佢話哥林多教會，你哋就係我嘅一個嘅testimonial。俾人睇嘅時候，哇！請唔請你啊？請。點解啊？你哋嘅表現證明呢個道係真實㗎，寫在我哋嘅心裏邊，被眾人所知道、所念誦嘅。你哋明顯係基督嘅信，藉着我哋修成，係藉着佢哋見證嘅生命去表現出嚟嘅。所以我哋需要係以生命同埋生活嘅見證，好似一封戰信咁樣活喺人哋嘅面前，得唔得㗎？
當中有部分已經退咗休㗎啦。但係如果你未退休嘅，你封 testimonial 係點樣㗎？好唔好㗎？好係咪？你為你感恩喎。如果你請傳道人為你寫一封薦信嘅時候，佢會點寫呢？你請耶穌基督為你寫一封薦信嘅時候，佢會點寫呢？我應該以我哋嘅生命去見證，好似一封薦信咁樣，彰顯主耶穌基督，讓我哋整個生命就有一種話語咁樣，讓其他人睇到耶穌基督嘅美善。所以我第二條嘅默想題，你哋會點樣為呢個生命之道去作見證？點樣去傳揚俾其他人呢？讓我哋一同去喺小組裏邊去分享下。以下我哋一同去唱一首回應嘅詩歌《生命之道》。有幾個識唱呢首歌㗎？